近呢幾年，如果大家喺街上面睇下我哋嘅巴士咧，都可能見到有唔少嘅廣告。廣告做乜嘢嘅呢？叫你去種牙，講到種牙又快啦，又安全啦，又平啦，差唔多講到你唔種就傻噶啦，不如剝晒啲牙去種咁滯。咁係咪真係好嘅呢？其實梗係唔係啦，牙始終係自己嘅好。香港嘅牙醫咧係唔會賣廣告，咁點解呢？因為我哋都知道咧，我哋唔應該用廣告嘅推銷嚟到去吸引我哋嘅病人去接受一啲佢哋未必需要嘅服務。其實好多呢啲廣告咧都係跨境嘅廣告嚟㗎。咁我哋冇法子去監管呢啲跨境嘅廣告呢？咁第一樣大家可能會問嘅，有冇法例唔俾香港嘅醫生賣廣告？如果有嘅話，法例照樣應用喺境外嘅廣告得唔得呢？但係實際上咧，香港係冇法例去唔俾香港嘅醫生或者牙醫賣廣告嘅喎。香港嘅醫生或者牙醫唔賣廣告咧，一係基於我哋嘅醫學倫理，二係因為我哋監管機構咧係有個執業嘅操守俾我哋睇，係唔俾賣廣告嘅。而呢個執業操守咧係只係應用喺香港註冊嘅醫生同埋牙醫身上面嘅啫。咁有冇法例係真係控制廣告嘅咧？當然有啦，起碼有兩條嘅，一個係商品説明條例。商品説明條例就係話，我哋嘅商品唔能夠有個虛假嘅説明。咁如果應用喺醫療上面咧，佢又冇特別講你可以講啲乜嘢，唔可以講啲乜嘢。所以咧，我建議其實我哋可以喺商品説明條例底下咧加一個附例，就係規定醫療嘅廣告咧，你一定要講某啲嘅説話，唔能夠講多或者唔能夠講少，咁就會清清楚楚保障到市民啦。另外一條法例咧就係不良廣告醫藥條例。其實呢個條例入邊有個附表，上面咧就列咗我哋唔可以愛嚟賣廣告嘅一啲疾病，譬如癌症啦，譬如腸胃嘅疾病啦。如果喺上面我哋加埋任何口腔頜面疾病，都係擺埋落去唔準賣廣告咧，大致上咧就可以杜絕咗呢類不良嘅廣告嘅咯喎。咁然之後，如果你喺附表2再加上植牙外科手術咧，就可以講得更加清楚啦。除咗法例嘅修訂之外咧，其實一個人如果賣廣告喺香港賣喎，而佢唔係一個醫生，佢聲稱自己係一個醫學教授、醫學博士咧，可能已經違反咗我哋嘅醫生註冊條例或者牙醫註冊條例。執法嘅咧係衛生署，咁我都請衛生署咧加強執法。而最後一樣咧就係境外嚟香港賣廣告，提供境外嘅服務。其實我哋海關咧都唔係咁容易睇得清楚，到底佢嘅聲稱咧係咪事實嘅？咁我諗一個好合理嘅做法就係，如果境外嘅服務喺香港賣廣告，我哋起碼都應該問佢攞一啲好客觀同埋充分嘅證據去支持佢所聲稱嘅服務係事實，我哋先至俾佢賣廣告。否則嚟講，對香港嘅市民亦都唔公平。以上就係我認為我哋可以做嘅，去到等我哋嘅市民更加得到切實嘅保障，不受一啲不良嘅境外嘅醫藥廣告影響嘅啲方法。